大家好，今次星島地產網帶你睇地盤會帶各位去到中半山嘅加冕台一號。加冕台一號坐落喺鴨巴甸街同加冕台之間，項目係由永泰地產發展，係單棟式建築，合共提供77個單位，單位面積介乎大約430到560方尺，主打一房單位，預料喺2014年年中落成。加冕台附近有景怡居、金豪大廈等屋苑，又有光漢台花園提供休憩嘅地方。屋苑附近向上行就係堅道，有便利店、超市、診所等，生活必須算係一應俱全。而加冕台位於中西區校網，名校林立，就近就有聖瑪加利女書院。交通方面，就有巴士站同小巴站到中環、銅鑼灣同薄扶林等區。至於加冕台向下行就係士丹頓街，嗰度有雜貨鋪、各式嘅小商店同排檔。士丹頓街亦都係著名嘅蘇豪區，有唔少嘅特色歐陸餐廳。而家就聽下附近居民對呢區嘅睇法啦。覺得呢度附近嘅環境點啊？近年多咗好多工程啦，即係例如我屋企附近，即係好似拆樓啊，跟住重新起過啊，咁可能係有啲 noise 咯，但係generally 我覺得 OK 嘅。咁你覺得呢度嘅交通方唔方便啊？堅道本身就 OK。翻嚟都冇問題，即係好似金鐘咁樣搭巴士上嚟得，咁但係出去可能就冇咁方便咯。咁我自己我比較少喺呢度搭巴士，咁可能就會上翻羅便臣道啦，或者直接行到中環咯。咁你覺得呢度買嘢又方唔方便啊？幾啦，嗱對面就係啦。咁你多數都係落嚟呢度下面買嘢，堅道買嘢？我要篤嘢，梗喺呢度買啦。呢度車好多嘛。咁你覺得呢度嘅交通咧，出翻去出面方唔方便？我住咗咁耐，我就覺得方便，一落我中環啦。咁你覺得呢度附近嘅環境質素？OK 啦，除咗多咗啲高樓大廈之外。咁啲空氣質素咧？比一般一般嘅地方差咯。咁你覺得呢度附近買嘢又方唔方便啊？方便。點解你會覺得方便嘅？因為你有惠康，行前啲有百佳，又有屈臣氏。最後再帶大家睇一次地盤附近嘅環境啦。今次帶你睇地盤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次我哋會為大家送上其他嘅新盤介紹。拜拜。